大家好，你哋信唔信有因果嘅呢？即係你睇到每件事呢，都自然會諗呢，佢係有啲原因噶，而有齊晒呢啲原因嘅話呢，咁就一定會有呢件事出現噶啦。就好似呢，風吹就會草動，天雨就會路滑咁啊。咁但係呢啲原因背後又有原因嘅，原因背後又有原因嘅。咁所以呢，如果你相信有因果嘅話呢，就好容易呢會相信埋命運噶啦。因為今日發生嘅事呢，其實可能係由宇宙大爆炸嗰一刻呢已經定咗啦。哇，有冇講到咁誇張啊？以前我都唔信呢，凡事必有因噶，直到我遇上呢我中學嘅啟蒙老師，一朝早你跑翻學嘅時候，就俾阿 Sir 捉住問你做咩唔攝衫啊？喂，我唔記得咗攝啫。相信每件事都有原因，對知識有充滿好奇心嘅老師們呢，會唔會咁容易放過你啊？佢一句就答埋你，點解啊？點解？吓？唔記得咗有點解嘅咩？學過物理你都唔識答啦。可能係我跑翻學嘅時候嘅高頻率運動，令到褲袋入邊嘅硬幣摩擦，導致磁通量改變，引發出嚟嘅電磁波同我腦裏邊嘅神經脈衝產生一個相消干涉，所以我就唔記得咗啦。講下啫，唔記得嘢背後嘅原因呢，我就唔肯定啦。但係喺物理嘅世界入邊呢，就真係凡事必有因嘅，甚至乎呢，我哋可以透過呢啲嘅原因呢去預知個未來噶。而呢個預知未來嘅方法呢，就我哋今日要學嘅運動公式 Equations of Motion。例如呢，一個波以初速 Initial Velocity U 行緊，突然之間呢，有陣風呢吹咗去一段時間 Time T， 所以喺 T 呢段時間入邊呢，佢就有個加速度 Acceleration A 啦。嗱，佢原本個 U 呢就係第一個原因啦，之後喺 T 入邊 A 嘅影響呢就係第二個原因啦。根據呢兩個原因呢，就可以預知得到佢最後行得有幾快，即係末速 Final Velocity， 同埋佢最後嘅位移 displacement S 啦。例如咧 V 咪即係等於 U 再加速度嘅改變 change of velocity delta V 咯， delta V 咧就係 A 乘以 T 啦。咁所以咧 V 就等於 U 加 AT 啦。又或者你可以話咧 VT 線圖 VT graph 嘅斜率 slope 咧就係 A 啦。咁所以咧 A 咧就會等於 V 減 U 除 T。調翻啲位嘅話咧，亦都會出到咧就係 V 等於 U 加 AT 啦。即係話咧，其實我知道晒 U、A、T 呢啲嘅原因嘅話咧，就可以計到咧佢個 final velocity V 呢個結果啦。嗱，又或者 displacement S 咁啊，平均速度 average velocity 就係等於 S 除 T 啦。因為個 velocity 而家係穩定咁改變噶嘛，咁成段時間個 average velocity 咧就係 V 同 U 嘅中間啦。咁所以 average velocity 咧就係 V 加 U 除以2啦。嗱，咁佢又等於 S 除以 T， 咁所以咧 S 就會等於1/2V 加 U 乘以 T 啦。第二個方法咧就係你知道 S 咧就係呢個 graph 嘅面積 area 啊嘛，即係呢個梯形上底加下底乘高除2，即係 S 等於1/2V 加 U 乘 T 啦。即係話我知道晒 U、V、T 呢啲原因咧，就可以計到佢個 displacement S 呢個結果啦。咦？V 唔係原因嚟嘅，佢係個結果嚟嘅。咁我哋可唔可以將條式改做呢？要知道晒 U、A、T 就計到個 S 呢？得噶。因為我哋第一條式發現呢，其實 V 就係 U 加 AT 啦，咁所以將呢條式塞翻入去嘅話呢， S 咪等於1/2括弧 U 加 AT 加 U 再乘以個 T 咯，簡化翻呢 S 就等於 UT 加1/2 AT square 啦，即係話就算冇咗個 V 都好啦，我哋知道個 A 呢一樣可以計到噶。咁如果冇咗個 T 呢，我哋又可唔可以計翻個 S 出嚟呢？嗱，唔要個 V 呢，我哋就塞個 V 係主項 subject 嘅公式入去，同樣道理。我哋將第一條式個 subject 咧調翻做 T， 即係話咧 T 等於 V 減 U over A， 然之後塞入第二條式度，咁 S 咧就會等於1/2V 加 U 乘以 V 減 U 再除以 A 噶。根據數學 A 加 B 乘 A 減 B 等於 A 嘅 square 減 B 嘅 square 咧，咁所以 V 加 U 乘 V 減 U 咧就等於 V square 減 U square 啦，即係話咧 S 就會等於 V square 減 U square over 2A。調翻啲位嘅話咧，即係 2AS 等於 V square 減 U square 啦。嗱，去到呢度咧，你發覺調來調去咧，整咗4條公式出嚟。呢4條式係咩嚟嘅咧？其實就係我哋用嚟咧揾前因後果嘅工具啦。一個匀加速運動 uniformly
uniformly accelerated motion 入邊有5項嘅數據 A、V、U、S、T， 其實互相之間都有啲關係㗎。例如 T、A、V、U 嘅關係咧就係 V 等於 U 加 AT 啦。A、V、U、S 嘅關係咧就係 2AS 等於 V square 減 U square 啦。V、U、S、T 嘅關係咧就係 S 等於1/2V 加 U 乘以 T 啦。而 U、S、T、A 嘅關係咧就係 S 等於 UT 加AT square。嗱，呢度每一條式入邊咧都有4個嘅變項 variable 噶。如果其中3個你已經知道嘅話咧，我再問你第4個 variable 係幾多嘅話咧，你就可以用呢啲公式咧計到第4個嘅未知數噶啦。最多人講嘅例子咧就係撞車啦。一場交通意外嘅其中一個重要證據咧就係條剎車痕啦。假設而家有架車咧喺你面前兜嘢撞瓜咗老師，咁你第一個反應當然就係點解？可能係因為架車超速啦。咁你要知道佢有冇超速呢？就靠地下呢條剎車痕啦。嗱，剎車之後個 final velocity V 呢就係0 ，acceleration A 呢我就當佢係-5 meter per second square 啦。我哋已經知道咗呢2個嘅 variable 啦，仲差一個 variable 呢，我哋就可以計到佢個 initial velocity， 即係佢原本行得有幾快啊。咁剎車痕嘅長度呢，其實就話咗俾你聽佢個 displacement S 係幾多，例如有50米咁啦。咁有 A、V、S 要計 U 呢，我哋就可以用有齊 A、V、U、S 嘅 2AS 等於 V square 減 U square 啦。一計呢就會計到 U 呢，其實就等於 22.4 meter per second 啦。嗱，所以一發生啲咁不幸嘅事件呢，你就應該嗱臨拎把間尺出嚟呢，度下條剎車痕有幾長啦。嗱，提你，以上嘅公式呢，全部都有一個前提噶，就係 uniformly accelerated， 即係 A 由頭到尾呢都只得一個數嘅啫，即係佢係一個常數 constant。如果個 motion 咁調皮，有時加速有時減速嘅話呢，我哋就唔可以直接用呢啲公式噶啦。